为山，为水，为玲珑。欢迎节目主持人龚恰恰。我那今日怪怪，听着我突然我真咯，真咯，叫因性格来啊！哦，我想讲大家来挂香的咧，来挂香的啦！今仔日现场真闹热啦吼，有少年有老，有资深的老演员啦吼，所以你看的戏大家拢会真欢喜，所以今日大家一定轻松满意个快乐。是感谢咱全世界的华人朋友收看咱上届有气势的电视台公共电视台上届好看的节目《为山为水为玲珑》，我是咱大家好主编彭恰恰，我本人。今日非常欢喜啦，因为这个来宾哦，甲我拢真亲的这个缘分。好，但是因两个台语应该是拢下叫的，伊是迄个较社会的这个。小心说话。是的，那是足厉害。但是安怎厉害，嘛比不过咱的台语文专家陈安珠老师。为山为水为玲珑，保持青春改健康。大家好，我是安珠老师，欢迎收看咱的节目。大家成功就是我上大的快乐。好被农村啊！保持青春改快乐，是咱保持一个少年的心。所以永远啦，演艺界哦，真侪人无想要退休，无想要退休的态度是对的，才袂叫老气。是。因为来宾甲我有非常亲密一面。哦。来，遐两字啊，看卖咧。哎呦，看我都甲恁两个斗做伙，相处啊。倒这会。哎呀，倒会哦。是要让他倒。没有让他倒。永结良缘。哎呦。宰住咖喱。咖喱。哇，足水啊！你看。姗姗来迟。哎呀，水啊！姗姗来迟。在做家人姗姗来迟，就是恁两个安尼啦，慢慢啊行，慢慢手牵手来到遮，互阮看。我看。哇！哦，多少风哦？老师，你有什么？你有什么？加山，注意，加山，嘿，注意。哎呀！啊，你都无看出来啊？哎呦，这话厉害，就厉害。我是讲来个姗姗来迟，那是姗姗来迟。哦，是要甲恁两个合作伙安尼啦。我配合。啊，咱两个对不对？哎呦，咱两个交情，咱就搁讲来，过去迄段情，咱迄个莫互知。过去迄段演戏的感情，咱你莫偷个遐话好无？奇怪，这个人偷看唔知咧想啥。哎呀。紧张无？紧张啊，紧张。主持人看伊看一段，点解我唔是安尼讲啊？我真正是看一段的。春娇姊啊，姨啊，春娇姨啊啦，春娇姨啊，姨啊都叫来阿伯啊。姨啊，我无讲唔对，我讲唔对。好啦，我来。我讲啊。我来。你较早来，我们就袂发生的。哎呀。我来嘛会什么代志你讲？你讲袂要紧。这点仔人咧翕相。翕相做翕，我唔是要互翕到相啊。这张名仔来上报纸吼。哎呦，嘛是当咧粪扫桶啦。唔是，无人会相信。对啦。安尼啦，照惯例吼，用台语向观众自我介绍者。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吴家山，我今年同款25岁，拢袂变哈。今仔真欢喜来看到碰哥，看到大家，甲看到恁，我非常的欢喜。希望恁一直继续支持这个节目，感恩哈，谢谢。是啦，你会体格偌好呢？今年60几岁，你个阮体格。通过这体格我来讲，因为咱即届来宣传的就是咱的节目《欢喜进油团》。啊，头一集。阮去拜拜，去大溪拜拜的时阵，哇，这趣味的。啊，伊咧拜的时阵，伊是陪影，我看伊陪影咧拜，拜内底。我迄阵领阿叔咧边仔看，我讲啊，即摆有一个少女咧拜拜，我毋知影是伊哦。伊转头问伊，原本是绑一个马尾的
后壁啊地无啊嘛，在主持的时阵，啊结果伊拜拜的时阵是放落来，啊头毛就长的，就水的，还有一个孝女在拜拜，孝女嘿，我要看完。你唔是讲孝女好不好？我是讲美女啊。你讲头前有一个妹仔咧拜拜。妹啊，较粗俗，我只讲孝女较好听。我一个讲一个妹仔，我一个滑头哦，伊走敢若飞。你就滑头啊！啊笑！伊妹啊，真正有够水的啦。你还是糟蹋人。你敢我敢若看妹仔尔哟。哎，正面嘛都水现在啦，现在就好。安尼我今日拢用安尼录着。无意见，无意见。现在就好诶。是的，是的，是的。好来，请用台语专程自我介绍。好。哎，大家好，我叫做杨子怡，今年18岁，好不？嘛是38岁啦，跟中心差不多。哎，你对我讲你名啊？杨子怡，怡哦，老师。怡啊怡，怡，迄录音怡，怡哦，杨子怡，宜兰的礼仪，吼礼仪啊，安尼我知啊，杨子怡，嘿啊，即马头一届来画山、画水、画玲珑，其实我足期待的，啊原本吼想要找阮的同学，伊即叫嘿同学阿婉呐。阿婉来因同学啦，嘿，阮同学，恁两个同学，嘿啊，要求伊跟恁校长咧，对啊，是安怎呢？我个人想讲，哎，这以后伊哪有可能坐调啦？迄这以后坐袂入去吧？会使会使。我多啦，你这边去过？年岁差不多吗？哎，共款，哎，伊叫我一岁啦，嘿，叫我优一岁。秀哦，咱咧后壁报时阵，伊的头壳都尾这两个比看卖，超够济啦。你看卖啦，会当生我的。咱的合作是与电影开始，电影，嘿，迄个求爱天空，拍球的，拍棒球的，我阵要经演员啦，嘿，爱经一寡遐大专生。哦，我看这足介意的，啊，就佢讲球，我讲了袂歹，就请伊来啊。嘿，结果迄期了偌济，你敢知？我听讲有料吼，你不是在有了呢？嘿，我听讲了到大底。无怪你即马节目遐济啊，辛苦辛苦。我讲一百万无紧，迄天你无去，台北有一间电影院，伫迄西门足热间的，800人会听。哇！我带女主角，带迄个来讲，导演雄雄来到位吼。啊！那大家说，哇！大家哦，啊导演哦，啊英文来到现场哦，啊大家来做一个安尼看了有什么意见哦？安怎。然后诶，开讲安尼啦。行入去，好，你敢知观众偌济两个。 800位，大家谢大家。唔是啦，人迄6个包800位啦，你袂使安尼讲。来，这位康呢，今仔有一位种特别的来宾来哦，到就特别。对，是什么人来请？嘉靖。来呀！欢迎咱特别来宾宝可梦阿伯。6。哇，你这台是安那？这台是叫人改啊，是家己处理？叫人创创叫人烧，创叫人烧。意思讲叫人用。叫人用迄叫人烧了烧，设计了叫人去。迄个电焊电焊呐，我错一个，因为我听来烧偌恐怖咧。现在有几支手机啊72 ？72支。啊，啊，你用这台不错啊？抓宝有生游戏，哦，人咧抓宝去世界里安尼啦。运动啊，请问几岁？39年厝的。 30。你家己要。 39年厝加我6岁70。 71。哇，71个有这款的兴趣，你无老花眼吗？无。伊无，伊真正无。你是恁朋友哦，无你人知？哦，阮朋友啊，嘿啦，阮三个主持的啊。嘿啦，共一个节目啦，欢喜精武团啦，公司第一台的。吼，人咧留啥物去倒遐抓宝，你咪是讲讲世界去就对了。对啊。啊是食饱伤用啊是。算有时间外娱乐。时间外娱乐，家己改装这台车，安尼骑咧出去。各位，敢要现场表演者？好啊好啊，我是有看过，你个表演互你看。好，你一摆我大了几只？看怪大只小只，嘛会使100%，啊嘛会使说讲10粒球，上无好了7只。哇！
哦，迄是边仔了？我唔捌算过，我做航班有。一个扑克蒙的球，吼，走去遐吼，你甲射一下，啊，伊就球送你，啊，你就看到怪兽咧遐，啊，你就摕迄个球怪兽，咁明卖看过。啊，皮康丘啊，皮康丘，啊，伊就一个球啊，安尼甲牵落，啊，伊就去，你若牵到迄个怪兽，你就会有机会当掠到伊啊。啊，白厉害的是安怎吼？伊会当一届一个手指头啊，就是一粒球安尼伸，10个手机啊拢会当掠。你算主持啦，好啦，试看卖，好啦，别啊，试看卖。你两个是，即摆掠看卖，掠碰我看，啊掠观众朋友看，我冇掠过啊，这物件。这我慢慢了，我嘛袂晓呢。点这出来哦，我跟你讲，这进前代言人吼嗯，叫做韩国的，足名的，叫孔刘，嘿，做引导的。我捌你啊啊，，你捌伊嘛吼？我有原来啊人讲我乌来孔刘啦。啊，即摆的代言人吼，拍摄孔刘在台湾是毋是代言人啊？好，伊是被做啊，包括手机啊，这是代言人。哦，所以说，哎，掠到啊！哎，伯，你来边仔吼，来，你这掠碰我看。伊安尼牵吼，佮甲平常人无共款哦。平常人拢是安尼就牵啊，伊佮会用曲球，安尼，安尼，变化球都去了。嘿，哎呦，用变化球去即摆这内底有报通了无？对啊，有啊，即摆在掠啊，你看，有。手起来，哦，你掠到。嘿，掠啊，你要佮等哦，伊有可能会走出来。我即嘛无闲甲一啊，掠到，就安尼。啊，阮在主持的时阵啊，嗯比如讲，过灯工是透早7点要集合，啊，我6点半就起床啊，啊去甲2个找吼，拢找无人，安尼呢？哈，一个去掠宝啊，啊，一个去菜市啊洗鸡，嘿，去菜市掠宝。嘿，啊，我会当找伊，因为我打电话给伊啊，啊，白手机啊伤济啊。打电话伊袂接，唔知要敲到一支。嘿，啊，我就打开我的宝可梦城市安尼啦，我看都有啥物道场哦，伊都有道场，我看都有道场，我就当找到伊啊。安尼。嘿，逐工拢去找伊。哦，哎，我到双手做回来无？双手试看爱卖。走啊，好，走。来试看因卖。为双手做回来。 2支手，啊，袂出，球啊袂出啊，揪出来啊。有啊哎呦哦， ，2支手，啊无对啦，你正手啊绕开，嘿，伊就是安尼。不要紧，别啊，你若掠无吼，碰过你徛在头前。包呢？你是包啊？哎呀，你国宝呢？国宝啦，不是怪兽。卖叫公布吼，我朋友无背啊吼。来，别啊！谢谢。来，哦，啊你这来啊，坐。啊别来坐，来坐。这个我一直想无啦，我其实以前无讲，真侪人暗时有无吼，啊四界啊，这规堆啊，你掠抓饱的。到底伊的好耍伫什么所在？好耍伫什么所在？耍，就是讲看你的兴趣啊，你若有兴趣，你会感觉愈耍愈好耍。啊，无兴趣你就唔爱耍啊。迄就是敢若咱邮票无？收藏共款啦。嘿啦，收藏这你掠着什么宝安尼啊收藏？我有什么？我有卡比兽，我有皮卡丘安尼。所以伊永远伫你手机内嘿，底，这完全这账号来的。所以伊出来甲你讲话。你会当甲叫出来你。有掠着，甲无掠着，拢有记录。嘿，拢有记录伫。因为咱台湾无得掠，爱去外国掠。啊，正伊就出名甲英国的 BBC 来甲台湾甲访问。安尼。嘿，伊足出名啊！日本这主要是日本做发明的游戏嘛。啊，伊佫请伊去日本，甲大家做伙耍安尼啦，嘿啦。对，大家迄个社会人哦，其实爱小学咧，就出来安尼莫也是交朋友，对，有地伴咧嘛真好。对我拄着的有一款可共背的，田桥啊，啊你耍这先一个月开偌济，讲讨2万外箍啦，网络费啊。啊，伊讲安尼你耍这时，我一个月嘛爱所谓说田桥啊，我嘛爱开2-3万、3万外。啊，毋过我逐工跳舞、唱歌、啉烧酒，毋过足忝的。我来教恁掠这卡的。袂歹哦，听你讲伊也交一个应酬界做伙来去掠的。宝可梦。嘿啊，安尼酒店会怪你。中岛哦，对啊。吼，请教你一个代志咧，这真严小问题。我听人讲，
你会抓包以外，你个掠鬼哦。哦，迄是敢若讲人，迄算法门的内你底啦。现在就摕，两鬼你来就摕。毋是我要厉害，是讲人刷着啦吼，啊有艰苦啦，啥来做咱家解围啊。哎呦，所以惊算着命惊着啥迄款啦。所以你是法师，我算第二法师啊，你有法度讲收惊、有啦。祭解、哎收煞，今仔物件有早来无？算讲炸掉法师啊。麻烦你提出来看无？哎呦，法师哎呦，我打捌看过呢打身边，碰哥啊，行到边啊，我惊，你惊我叫收伊？因为还未落雪，你唔能用收伊。等你杀出来，哎，这敢若变形的咧。我先开边，我先开边一下。因为规边。哎呦，先边叫问道长法号是单三元，单三元，这是我的道。上三下元法师。你电我话打电话来啊！哎，因某要来叫你食饭呀。你敢会当找着是倒一支？一支啦，免插，免插免插未来，哎，无要插你啦。喺外口的啦。我听讲，什么叫做打五风啊？哦，你算讲，迄是看你要是挂香出去安营你安五方，哦安兵马，所以你即摆有会做五方，用这个变色五风无？对，会使吼？我请。这公是台语台，画山画水画玲珑，有咱欢喜进游团啊！欢喜进游团，南天北河路立千祥，新兵黑吉热烈。好。天神归天，地神归地，有功归功，有电归电，无功归天界。新兵黑吉热烈。拍破啊，各位！哇，今仔日恁三个都工地主持节目，嘿对所以恁三个台语一定拢下叫，也来考验咱大家台语的程度如何哎。呦，发生意外状况的相关的元素，哎呦，譬如讲我有动作嘛，哎呦，你安怎你也有动作做哎呦出来。，安尼我大概知就啊。好，来老师考落来。我讲你咧安怎？我讲我红摔掉，摔掉，我叫你变色摔掉，掉摔掉啦，算意外，算意外。我讲你咧安怎？我用惊着。有惊到，你有惊到做出来吼哦，？你摔着惊惊。我讲你咧安怎？我向阳踢着，卡踢到石头，来，我讲你是嘛是安怎？我是刷掉。哎呦，都这样去做哇，他都要老师搞这届啊。嘿你啦看迄韩国电影看足济。来，我讲你是安怎？我好像厝着，哎呦，动作啊！哇，厝着，哦，好有触到，哦，触到有分触到，共款意思嘛吼。对来，我讲你是咧安怎？我颔棍去拽着，哦，暗棍去转掉，来暗时啊关了，真痛苦，真可怜的。好来，我讲你是咧安怎？我讲我好尖拄着，哎呦，将肚先拄着，拄着插着，插着嘛会使，拄着嘛会使。较大机是拄着，较细机是插着，插着。对吧？差不多吧？你的回解释较正好。应该这意思吧我？给他大机的啦，嘿。喂，我讲你是咧安怎？我着用，哎呦，喙齿去夹着，哎。哎呦，家己家着，家己喙齿诶。啊，不了不起咧家己哎呀，来。夹子我啊！讲你是咧安怎？我临时喙齿疼，哎，什么掉？爱什么着啊？嘿，按什么掉嘛？无，你喙齿迄神经电掉啊！哎呦，无啦，火气大，神经你疼。坚持啦，坚持啦，卖命命强啦。哎呀！耶！我讲你是咧安怎？啊，我头拄跳舞的时阵腰去闪掉。哎呦，哇你讲你是咧安怎？我讲我去冻着，红冻着，冻掉。我后倒摆去红冻着，弄掉啦！我第一摆听着，我食个这个，
强强你动着。这有动有啊，其实有掉啦，有啊，听过啦，南部碰过听过啦动。球，捌讲过动嘛球，动球啊，动球就球里啊弄来弄去嘛叫动球啊，我动球我去用啊。动掉，多囡仔人吼，讲我要叫用动着。我惊拢人共款的生嘛，了伤水着这种危险。歹势嘿啊嘿，，像我咱两个行路哩，拢无人会甲咱动着，拢当做无看到啦。来，我讲你是咧安怎？我讲我去找着，切着，找切着，哇，倒切着。来，我讲你是咧安怎？我讲我手去穿着，哎呦，着，低有无低？员讲穿着就无简单。穿穿着，伊悠悠哎呀，嘿对啊，穿要哪写？哎呦，手字边。手里边哦大千世界千哎呦，这里也唔穿。穿，好来，我讲你是咧安怎？啊，我惊咯，去拽着，哎呦那你们去换着啊，我换惊咯去转呀，转呀就好看。我讲你是咧安怎？啊，我啉茶倒水去烫着。哎呀，同着这个啉茶要甲砸掉。我讲你是咧安怎？哦，头要食物件去夹掉。哎，我讲你是咧安怎？我讲你头先讲过砸着，砸着，我啉水啉伤紧啊，我去砸着，哦，好啦好啦，我互你过啦哈。来，我讲你是咧安怎？我讲衫穿小少，无小心去寒着。刮着，寒着。哇，洗身躯无穿衫啦。诶，洗身躯食咧穿衫。哦对，怪怪的。掉嘛，我想讲去看掉。你是穿西装洗咧收水哦？奇怪，请教者吼，这台车你安尼徛要去拄着伫咧路拄着风足大的声音。捌啦，正足大嘛踏袂行，你力重力拖踏袂行，今日要试看卖，不要紧啊。哎呦，安怎巧小？愈入来愈入来。哎呦哎呦，来，要来考验这台改装过车对抗强风的能力有偌大？哇，别啊，洗你哦，加油来啊！，电风开了，哦，加雷亚风来啊！来啊来啊！包可梦阿伯，请。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啊！哇！好笑的。咱啊，倒退路，踏袂行。快倒退路。要个拼哦，要个拼哦，要个拼！哦，这风旁收瓜，大概伫咧3公尺前停落差，不多，差不多。哎，安尼算真厉害啊！是啊厉害啦较冲就较会行，啊愈近愈袂行，较远冲就较伊。讲哦，较康枪啊，嘞，安尼无你先咧楼骹吼，我跟你讲是你坐电梯徛直接冲安尼吼，吼，哎，恁两个啦，恁两个，看嘴看嘴，啊你也拨了迄个下来，恁两个负责吼，薪水无啊？对啊，你也看你扛个固定啊。哦，做完了吼，哎，做完了，哎，也宝贵呢，伊某还阁无伊这开车要紧不。用吼，迄个。哇啦，有点仔胖，今仔带这三只出来，真正非常的惊人。家己小介绍一下，皮卡丘，我是陪你唱啦，皮卡丘，皮康丘丘啦，鼻孔真凉哦的，哦，讲这只我是咖啡树，咖啡咖啡树，咖啡树。从你上厉害变出来。镜头较歪，绝招下，哦，黏贴贴安尼啦，加起一台贵贵啊，吼，够水的，等下你去纳钱。啊你，
我是小火龙。哇！安我错一个安怎啦？我去互皮卡丘电着的尻川啦，足疼的啦。啊，歹势，我等下会向变身，我还阁会袂习惯啊，我会练习嘛，吼，歹势甲你电着安尼。公主啊，啊你的头壳顶那拢无毛啊，你敢袂是嘛？互我电着哈？啊无咱较远的。唉，问一下，问一下要需要死火用，你唔看见？啊，无啦，我昨下想讲要喊肉来食一下，哈一个火，无小心就甲公主的头烧着啊！哈，皮卡丘是你哦。哦，公主，皮卡丘唔免烦恼，皮卡丘，我甲你讲哦，啊无皮卡丘。我就是皮卡丘，我讲的就是皮卡丘啊！我即摆吼，伫你的头壳顶安尼电电的安尼，皮卡丘，看你敢会生出毛来安尼。什么叫生出毛来？免，我去电梯阿达妈拍戏，我就嗨去啊！真正是叫恁这母家好啦，开工趁钱啊啦！好啦，开始啊，开始。哎呦，真正叫恁这老死真正。哦，是不是主？哎，遐济。哎，公主你好啊！你好。你好。哎，片康酱啊！皮卡丘。哎，迄是街边酱啊！哎，街边酱。小火龙。这位少年家有什么需要本宫给你服务的嘛？公主啊，我甲你讲，我真正足麻烦。小等者，阮家办事是有规矩的，好，对。拢要有 SOP。哎，SOP。哦，哎，SOP 哦，当然嘛有准备啦。哦，来，公主请了，嘿。来，办事宣布。哎，来了。小磊。哦，真香甲真正的哦。皮卡丘。恭迎大皮鞋。有名大明星。一位新道今天来何事相求？大明星，嘿，你好啦，但是安尼吼，我有一摆吼，是安为6楼吼，哎，无细哩安尼跋落来。你若要为7楼，一定要为6楼。我唔知剧本是安尼写的啦吼，啊为6楼安尼跋过来，跋到地下4楼哦。什么叫地下室？地下室听起来真恐怖。跋到地下4楼啊，10楼安尼跋，嘿10楼。啊结果我拢无代志呢。哦，嘿，足奇怪啊！而且吼，我搁学晓一个足厉害的，叫做读心术。迄叫做读心术。读心术哦，你学样读心术骗鬼，你骗鬼袂食，就是你电影咧看伤济啦，哪有可能？我无甲你骗啦，你唔相信啊？我知影你即摆在想啥？你即马心在想，我头拄仔红包内底钱哪会遐尼少？你即马在卖爽，想讲凊彩甲我好2句，就要甲我好走。哎，真正知影呢。哎呦，对啊，我嘛知影你在想啥。你心嘛在想，你在甲我交哦。你哪知？我嘛知影你在想啥，就你啦。我，吼，街边上啊，你毋是街边在想，你心嘛在想，等下暗顿到底要食鸡腿，还是要食控肉，对吧？你哪会知啦？我嘛知影你在想啥。皮卡丘，我哪有咧想啥？会对，你阿当啊空，你拢无咧想，你咧放空。我皮卡丘呢？哦，你真正足厉害的呢。真的啊，毋过，特别是呐，我拢知影人咧想啥吼，迄足困扰的啦，啊是安，敢会当甲我斗3工哈？哇！系啊，知影别人咧想啥，这真正吼，你行过咧想啥，这真正真痛苦的代志。这款代志是足歹处理的，了解啊。哦，就歹处理啊！我嘛知影你咧想啥啦，免比啦，来啦，大鼻先，请。哎，你也无红包摕。红包互你啊！收起来，收起来。小姐，小姐，叫小姐，25岁小姐。
嘿，你唔爱无礼貌啦，什么啦我咧问事呢。啊，你毋是问煞的哦？啊，袂啦，等咧处理咧，啊，未处理呢。啊，你的代志不重要啦。本身办出以后哦，是咧啦，讲究这先来后教，对嘛所以吼，你先来后教总是爱拜拜，安尼好，你先。喂，钱也该过来就天钱出来赡人对吧？大鼻心，什么问题讲来？我跟你讲，既然代志哦，我真是世界找人拢无法度通处理，敢我到你通处理呢？你若无法度甲我处理这样代志，我嘛毋知要安怎处理，无人处理，我是要安怎去倒？拜托大鼻心，你甲我处理一下。你头壳尾都无讲到代志，我是要我拢无讲到哟你敢一直讲处理。哦是啊，我拢无讲哟。哦，安尼，我顶讲一摆啦吼。我毋知影咧，即阵啊，暗时咧困时，我定下梦到一寡个哦。哦，亲像你边仔这三仙这，比卡丘，嘿，在我的梦中，他妈跳来跳去，跳到我规暗拢袂困的，毋知要安怎就好啦。啊，还有什么技巧？是干安尼哦。还有啊，还有，我毋知影是毋是人生了水吼，有人要拍哦。就较含。啊，这根本含袂啦，嘿啦。啊，有一个人哦，定后壁一直咧军中一直甲我对久了，感觉对到我要烦恼死呢。这你甲我解决一下，你甲我处理一下啦。我拄过呢，啊，你有拄过人安尼，迄眉头问对无？哎呦喂，来呀！就是你哦。你好。你看到这做一步想要来聊对不对？哎，多遮多。本人伫遮，本身伫遮，哪有可能互你讲来遮话掠人就掠人？你就是江湖中传出迄个掠宝足厉害的宝可梦阿伯，是不是？哎，是本人。本人真好，今仔日你家亲门大户来到本宫，敢讲唔惊我的兵将，也过我的财神爷，唔惊我甲你收起来吗？听看嘛，哪会知？虽然讲话轻轻啊，但是话语真臭屁，叫做拼看卖才会知。好，口气既然这么大，本身今仔就甲你好好车拼一下。哦，看要变什么款？干毛啊起来！比卡丘，比卡丘，来，拍感动，看向登较久，向就是赢。本身让你先开始。 OK，哦，你用英语甲我回答。变囡仔。是啊。大皮先说你也骨势足好个啦。哎呦，哇哦！哇哦！搞呢？哇哇哇哦！哇，等足久个呢。公主，咱的话你要加油呢。大皮先，要安怎？伊拢袂倒呢。也没倒啊。不懂。哎呀，不倒啊！一半点钟啊嘞。没事，爱公平。你，我是用风尔，哦，风哦。哎，这胖来胖3点钟哦。哎，小可代志。你看，你敢有法度3点钟过啊呢。啥物叫？我讲我有你。哇！哦，到了。对啊！安尼啊，时间闹堂偌久啊？我甲你讲，伊只不过是45.84秒而已。哎，大皮先加油！加油，大皮加油，大皮先！我风俩走啊！哎，各位等，各位等，啊！我，安尼算偌久啊？ 8秒呢？赢一项无算赢，冇算赢哦。我拄啊是 warm up， 哦。小可试一下尔啊。哦。我刷来想要真的就上恐怖了，恐怖！系假死传入来。来，请就位。哇！这款你绝对唔敢跟我说，我看你连看嘛看。公主加油，比卡丘！哎，顶悬，快3人去拍贴面，什么人就输啊？哦，你知不？哦，来，下海吐一下。就给哦，这里哦哈。来，升到3开始哦，来，准备哦，准备哦。这白啊，你出来这样哈。 1、2、3，开始！1人1半。我跟你讲，像你去看咧，
明明就啥物无啥物款的功夫，过来讲大社会，有两句话来使形容。第一句叫做拍锣哈鬼，第二句叫做做鬼抢无银纸。拍跑过来。哦，今仔这戏真歹演，规身躯干，来这种接水啊，来对马西，歹势拄啊，甲你拍着，要紧的哦。拄啊两句俗语，就是讲啊，你也无外交啊，你来这咧好咧戏叫咧屁屁叫咧臭大家呢。第一句叫做拍锣哈鬼，第二句叫做做鬼抢无银纸。赞成第一句的请举手。好手棒啦，俺特别问安尼吼，第二句无票的，冇票。所以是拍锣哈鬼。系啊，鬼伊是一个法师来收呢。你拍锣，这敢有效？啊，你敢若讲大声尔，会用讲的较大声啦，迄根本无效啊，无效啦。我是感觉这个意思啦。这三只是这个意思吗？无啦，拍落就是气势尔啦，嘿啦啊，其实无才调啦。是对啦，你是这个意思吗？嘛使安尼讲，嘛会当安怎讲？来白来讲看卖。啊不，你会安怎讲？嘿，对，你这个一定讲两个话啊，你讲一句。就看你做什么款的实力。了解。来，老师才解答啦。头啊，啱啱已經解說到真清楚啊，啊5個攏對嘛。啊，其實講吼，足濟咧，拍落公公鏘鏘，公公鏘，啊，要嚇只鬼，啊，其實敢有迄聲，啊，無迄實際效果啦。所以這變做講足濟啊，其實攏無啥物實際物件，所以根本鬼都袂去驚伊。啊，另外伊講吼，做鬼搶無銀紙，啊，即是講意思啊啦，骹手慢燉，骹手慢燉你着食無分。啊，另外一句俗語講啥？万牛食落水，嘿，因为啥？牛会去河内底洗身躯啊。啊，你啊豆豆来，第一只吼，迄水搁足清气；第二只、第三只，啊，你啊慢慢啊来，迄水拢落，所以骹手慢炖会食无分。所以若讲照头讲啊，5拢对啦。嘿，拍锣哈鬼，嘿。拍锣哈这是不是敢若幼师的第一版？大家拢对对哟。所有人拢意见拢对。哎呦，甲你拍过去。五佛就比台湾众生无碍。今仔日这个经文啊，不嘿，我写首的是这个张伟良所写这个暗公教。老师，甲咱解释一下暗公教。暗公教华语叫做夜路啦。啊，另外一种暗公教是讲鸟头教，猫头鹰，鸟头教。即马现代词吼，暗公教变做什么意思？中晚困的。中晚困唔困啊？你啊回手机啊？颠倒，日夜颠倒。对，拢伊遐算安尼，所以有3种意思啦。是，咱就要来请这个吴家山小姐，甲咱读一遍来请了。溪水弯弯暗公照，食饱懒懒，停咧遐，哪扫巴肚哪开讲。哎呦，你通读书哦？哎，是吗？溪水清清暗公照。食饱盈盈，徛伫遐看鱼啊游来游去，哪会食无闲？哎呦，甲泡泡者，有呀，哦，捏着无捏着？你这个字呢读无共款。哈？你第一摆读停哦，系啊。第二摆读徛。我敢讲卡徛吗？我不要。你第二摆不要啊？这字到底是啥？滴咧遐，伫咧遐，哦，伫咧遐，伫咧遐，啊知影嘛吼？啊知，足简单的啊。哦，好，唔免过一摆吧？哈，免，这较要紧这字啦。那顶冠一个刷字，下骹一个手字。刷。因为伊个啥物迄个经文内底有写这个书嘛。哦。哎呦，就好文的呢。有影哟，我甲他捌几字。爱说邀请大家拢徛徛。来，大家做伙来念一遍来，老师请了。1、2、3，溪水弯弯暗公照，食饱懒懒伫咧遐，哪扫巴肚哪开讲，溪水清清暗公照，食饱盈盈伫咧遐，看鱼啊游来游去，哪会食无闲？是啦，感谢
谢掌声的收看，后回请继续欣赏咱为山为水为林咯。